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15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撒母耳上卷第3章19节到第4章的第2节，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轻看立约。基督教的信仰是用约做基础，圣经是两部应允合做伙，咱讲旧约甲新约。这两部的约分别是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以及耶稣基督所颁布的新的诫命来成的。其实这两部的约并毋是分别无相关的约，乃是延续的一部，是上帝甲人的约定。比较较特殊的是，这种约的概念，甲咱一般的签约是无啥同款的。好像亲像第一代信徒，因的经历同款，因拢体验着上帝大成赏赐恩典，然后才甲人立约的这个过程。这个约基本上是请的，是偏人的。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上帝伊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赦罪的，所以大成将恩典予人。虽然是安尼，但是照圣经的记载，咱看到人时常看轻甲上帝所立的约，就是无伫意的意思啦吼。因此，耶稣基督提醒军队的人讲：只是我甲恁讲，什么咒诅拢袂当来去啦吼，毋通指着天来咒诅，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毋通指着地来咒詛，因为地是伊的骹踏椅；毋通指耶路撒冷咒詛，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行城；也毋通指你的头咒詛，因为你袂为互一支头毛变乌，也是变白。恁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的。马太福音第5章34到37节，因为人总是讲的比做的较济，讲的了都袂记得爱遵守这个甲上帝所立的约。上帝信实的，伊所应允的，伊必然来实践。上帝伫以色列人的面前，面对这个强敌非利士人的时阵，伊设立这个撒母耳来担任领导以色列的这个责任。虽然安尼，因伫撒母耳的开始领导的时阵，犹原遭受也是真济的困难甲挫败。也好像亲像摩西当初时选约书亚来接续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伊安尼讲：圣经的记载，摩西调约书亚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头前讲：你着刚强壮胆，你着爱甲这个百姓同齐进入耶和华上帝所恁的列祖咒詛应允所赏赐的所在。你也要互因承受迄个地作业。耶和华要伫你的面头前，伊要甲你同在，伊无放杀你，无气杀你，所以你毋免惊吓。
你毋免惊。这是伫《申命记》31章第7节到第8节。上帝应允要甲人相甲同在，伊决断无放杀伊所立约的对象。但是重点是安尼，人是毋是有忠心跟对上帝的旨意，来忠心伫甲上帝的立约呢？这才是重点。希伯来书伫第10章26节到31节的经文，安尼甲咱提醒：如果咱认捌真理了后，犹原故意犯罪，就无搁再有任何通好赎罪的诫命啊！咱就有真惊吓听候审判，甲迄个会消灭对敌上帝的人的火。这个概念会通讲，就是亲像咱一般伫讲的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最近发生伫台中的一个车祸车祸这个真细的这个刺伤的车祸事件。结果发生有3个真有钱的少年人，拿着这个铁棍棒球的棍将另外一名的大学生拍甲昏迷。这3名互新闻媒体讲成做恶煞的好野人囝，其中这个主嫌人甲伊资料找出来，伊伫军中咧做兵的时，就捌将伊的同伴拍甲重伤，并且伫迄个当时，伊讲阁有后一摆。其实这个人，这3个看起来并毋是毋捌代志，嘛毋是迄种未大汉的囡仔。看起来比较先后壁有真强大的势力，兼且因为有钱，会当买通一寡势力，互这个囡仔通好挖去安尼吼。就连因的企业家的家长出来咧讲话的时阵，听起来嘛是感觉情理不通啦吼。亲像因的囡仔拢是上好的上无辜的吼。真明白的事，犯罪曲，搁放任因的囝为非作歹。就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标准，这个伦理的界线来看，今仔日个经文的角度来看，这种的情形是无被允准的。伫将来咧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是会受到真严厉的处罚。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0章继续来看，伊伫看到31节的时阵，咱就会看到希伯来书所写的伊咧讲到上帝要照人所行的来刑罚。29节伊讲，若安尼对伫藐视上帝的囝，轻看上帝立约的火，就是迄个洁净伊的罪的火，并且侮辱恩典的烈，遐个人该怎样呢？想看觅伊无应该受搁较严厉的处罚吗？这就是一个真清楚的一个提醒。基督徒的信仰并毋是一个处罚的信仰，但是伊嘛毋是一个天性的信仰。圣经记载嘛毋是一个要甲咱处罚甲死的信仰，是恩典赦免的信仰。
但并无因为讲上帝是怜悯赦罪相信的人，就会当乱输来。上帝是主爱，上帝相是伊嘛是真严厉管教的上帝。也好，咱参像诗篇23篇的经文所讲到的，你的棍、你的管安慰我，这是一个管教，也是一个保护。咱做伙来读诗篇第3篇。耶和华，我的对敌遮尔济，侪人起来攻击我，侪人议论我讲，伊无通得到上帝拯救。总是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阳光，阁是互我的头额悬的。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伊对伊的圣山应我。我倒伫下，我困，我精神，因为耶和华拢保护我。虽然千万人起来围擂攻击我，我也无惊。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因为你闪我一切对敌的喙皮，拍死歹人的喙齿，拯救属地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若恳求上帝，互咱会使看重甲伊的立约，并且愿意来守约，愿意诚心领受上帝的旨意，忠心跟对基督的脚迹，伫生命的中间会通见证主名。